以前我哋行入銅鑼灣係要側身先行到過馬路，周圍都係拖喼客，羅素街啲鋪位租金貴到攞咗世界冠軍。但係你今日再去睇下，由波斯富街行到去利園山道，再轉入去謝斐道，你會發現成條街冷清到好似拍緊喪屍片咁，一間接一間吉鋪。以前嗰啲賣名錶、賣珠寶、賣化妝品嘅鋪頭，而家一係變咗做賣平價底衫褲嘅特賣場，一係就直頭落咗閘，貼滿晒地產代理嘅招租廣告。最誇張嘅係，有啲所謂嘅鋪王地段，業主就算劈價130萬都無人問津。你可能會覺得好奇怪，點解啲業主寧願間鋪空喺度年幾兩年，死都唔肯減租去租俾啲本地小店？係咪佢哋錢多得滯？定係佢哋腦筋轉唔過嚟？其實呢個唔單止係經濟問題，而係一場極其殘酷嘅地產估值遊戲。今日我就同大家拆解呢場遊戲背後嘅黑暗真相，話俾你聽點解銅鑼灣會變成今日咁樣。我哋先講返個現實背景。2026年嘅今日，香港嘅零售業面對緊前所未有嘅大洗牌。以前我哋以為2003年開咗自由行之後，香港嘅鋪位價值只會升唔會跌，特別係銅鑼灣呢啲核心區。當年羅素街一個唔夠1000尺嘅鋪位，月租可以叫到200萬甚至300萬港幣。但係自從2019年之後，再加上後來嗰幾年嘅疫情，成個消費模式徹底變晒。而家內地遊客嚟香港，唔再係去名店掃貨，佢哋追求嘅係深度遊、City Walk，影張相打個卡就走，未必會喺度大排長龍買幾十萬一隻嘅錶。再加上香港人自己都北上消費，去深圳食嘢，去山姆超市掃貨，搞到本地零售業雪上加霜。喺呢種情況下，銅鑼灣出現咗好多鋪王減價成交或者減租嘅案例。最近就有個消息話，有個原本租開過100萬嘅鋪位，業主肯減價130萬出嚟招租，結果竟然係無人理。呢個數字聽落好震撼，但係如果你深挖落去，你會發現呢130萬嘅劈價，其實只不過係將個天價租金拉返埋地平線少少，甚至可能仲係高過市價好多。但係點解業主唔可以再減多啲？減到2-3萬蚊租俾個年輕人開咖啡店、開手作店，等條街旺返啲唔好咩？呢度就涉及地產商同埋大業主最驚嘅嘢，銀行估值。你要明白，對於呢啲大業主或者鋪王嚟講，一間鋪位嘅價值唔係由佢收緊幾多租金直接決定，而係由租金回報率 yield 推算反出嚟嘅資產估值。我哋嚟計一條簡單嘅數學題，用廣東話嘅讀法嚟講，如果你間鋪每個月收100萬租，一年就係1200萬租金收入。如果市場預期嘅回報率係2厘，即係2%，咁你間鋪喺銀行眼中嘅價值就係6億港幣。如果你減租一半，每個月收50萬，一年收600萬，咁你間鋪嘅估值就會即刻縮水一半，變成3億。你可能會話3億咪3億咯，業主本身都賺咗啦。問題就出喺度，大業主買鋪通常係會向銀行借錢嘅，即係所謂嘅 LTV。如果當年你用6億估值借咗3億返嚟，依家你因為減租搞到估值跌到得返3億，銀行就會覺得好危險。因為原本3億係佔6億嘅一半，而家3億係佔3億嘅100%，銀行就會即刻要求你補倉，即係所謂嘅 call loan。業主要攞幾千萬甚至1-2億現金出嚟填補呢個差額，如果佢攞唔出，銀行就有權沒收資產，將間鋪變做銀主盤。所以對業主嚟講，間鋪空喺度係未實現虧損，但係一旦減租簽咗新租約，嗰份租約就係白紙黑字證明你間鋪縮咗水，係會導致破產嘅導火線。呢場估值遊戲玩到今日，已經進入咗一個死循環。銅鑼灣好多業主，佢哋嘅身家其實係建立喺呢啲虛浮嘅估值上面。佢哋寧願將間鋪借俾啲短租嘅利是封鋪或者特賣場，收2-3萬蚊一個月，對外就話呢啲係臨時用途，唔會反映喺長期估值入面。咁樣佢哋就可以同銀行交代，話我而家係暫時揾唔到合適嘅長租租客，但我嘅租金意向價仲係100萬，
咁樣銀行個估值報告就可以繼續寫住嗰個天價，大家一齊埋沒良心玩落去。但係呢個遊戲有一個致命傷，就係利息。以前利息低，業主可以死撐，每個月供樓嘅錢唔算多，靠其他物業嘅租金可以補貼住。但係依家利息去到4、5厘，甚至更高，每個月供款壓力大到飛起。如果間鋪一直空置無收入，業主嘅現金流就會斷裂。呢幾年我哋見到好多老牌業主，甚至係以前名震江湖嘅鋪王，都要不斷賣資產救命。例如2024年、2025年呢2年，我哋見到某啲老牌家族將佢哋手上喺尖沙咀、銅鑼灣嘅優質鋪位，以低過買入價甚至係蝕讓價賣出嚟，呢啲就係現金流斷裂嘅徵兆。再講返銅鑼灣嘅街道文化，以前銅鑼灣係有靈魂嘅，有茶餐廳、有書店、有小食店，呢啲店鋪雖然唔係大富大貴，但係佢哋帶動咗人流。但係過去20幾年，地產霸權將呢啲小店趕盡殺絕，為咗迎合自由行，全部轉晒做鐘錶店。你諗下，一個正常人邊會每日都去買一隻幾十萬嘅勞 Rolex？ 一個正常人邊會每日都去買金鏈？當呢啲高消費客群一旦消失，銅鑼灣就變成咗一個無人住、無人行嘅死城。而家如果你行過渣甸坊，或者係羅素街後面嗰啲細街，你會見到好多鋪頭門口都係鏽跡斑斑。呢啲業主好多都係喺70年代、80年代發跡嘅老一輩，佢哋今年可能已經60幾、70幾歲，佢哋嘅思想仲停留喺地產必升嘅神話入面。佢哋會覺得，當年我50歲嗰陣，呢間鋪值2億，點解而家我70歲反而值唔返？佢哋唔明白，時代變咗。網購已經取代咗實體零售嘅一大半功能，加上香港嘅人工貴、租金貴，做食肆又難過登天。一個後生仔想創業，去深圳租個位可能只需要幾千蚊，喺銅鑼灣租個位要幾十萬，仲要被業主加租要挾，邊個仲會喺香港玩呢場遊戲？最令香港人唏噓嘅係，銅鑼灣曾經係我哋嘅集體回憶。以前去三越、去松屋、去大丸，之後再去時代廣場食嘢睇戲。而家時代廣場入面雖然仲有人，但係出面啲街已經變到面目全非。有個地產代理同我講，佢手上有一打銅鑼灣鋪位，全部都係劈價3成、4成嚟招租，但係完全冇反應。因為生意人會計數，而家人工、水電、食材全部都升，如果租金唔係減到去一個極低嘅水平，根本係無利可圖。但係業主又因為我頭先講嘅估值遊戲唔敢大減，結果就係大家一齊乾等。呢種死城化現象，其實係香港地產泡沫爆破嘅一個縮影。以前我哋以為鋪位係金蛋，可以一代傳一代。但係如果你睇返日本當年資產泡沫爆破之後嘅情況，東京好多地區嘅地價跌咗幾成，跌咗幾十年都升唔返。香港係咪行緊呢條路？我唔敢肯定，但係目前睇嚟，如果租金唔肯大幅下調，如果業主仲係活喺過去嘅光輝入面，銅鑼灣嘅吉鋪只會越來越多。大家有冇留意到，最近連一啲大商場都開始轉型？佢哋唔再一味追求名牌，反而引入好多內地連鎖餐廳，例如探魚、泰爾酸菜魚，甚至係一啲連鎖奶茶店。點解？因為只有呢啲有強大資金鏈嘅內地品牌，先至敢喺呢個時候落鋪。但係問題係，呢啲品牌真係救到銅鑼灣咩？當全香港每個商場都係一樣嘅連鎖店，咁銅鑼灣仲有乜嘢特色？我哋以前最自豪嘅國際化大都市，如果最後變成一個充滿特賣場同廉價連鎖店嘅地方，呢個先至係最悲哀嘅。講返嗰個劈價130萬嘅例子，其實呢位業主可能已經係肯面對現實嘅一群，但係佢嘅現實同市場嘅現實仲有一段好大嘅距離。喺地產界有一句說話叫租金跌、地價跌、銀行縮，呢個係連鎖反應。如果2026年利息繼續高企，我哋會見到更多鋪王神話幻滅。以前我哋睇報紙，成日見到邊個買鋪賺咗幾億，
嗰啲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。而家係比拼邊個夠現金流，邊個可以捱過呢個寒冬。其實業主死都唔肯減租，除咗係驚銀行 call loan，仲有一份自尊心喺度。好多老牌業主，佢哋一世人最成功嘅投資就係嗰幾個鋪位。如果你叫佢將租金由100萬減到10萬，等於叫佢承認自己嘅眼光錯咗，承認自己嘅資產縮咗水90%。對於一個習慣咗做大爺嘅人嚟講，呢種心理打擊仲大過金錢上嘅損失，所以佢哋寧願死撐，一邊咒罵政府唔救市，一邊等緊嗰個永遠唔會返嚟嘅報復性消費。香港零售業嘅未來，其實唔係靠嗰幾千萬個遊客，而係要靠返本地嘅消費力。但係當香港人放假就去深圳，甚至去日本、去泰國，點解大家唔留喺香港消費？因為香港嘅消費體驗實在太差，租金太貴，搞到餐廳要趕人走，服務質素下降，嘢食分量縮水，呢啲全部都係因為高地價政策造成嘅惡果。銅鑼灣變死城，其實係一個警告，話俾我哋聽，呢套玩咗幾十年嘅地產金融遊戲已經玩到盡頭。我哋成日講不破不立，如果銅鑼灣嘅租金真係可以跌返去一個合理嘅水平，例如係2000年左右嗰種價位，等一啲有創意、有心做嘅後生仔可以返嚟開鋪，或者等一啲特色嘅老店可以生存落去，咁銅鑼灣先至有機會重生。但係呢個過程係會好痛苦，因為會涉及好多人嘅財富蒸發，甚至會引發小型金融風暴。如果你而家行喺銅鑼灣，見到嗰啲華麗嘅招牌下面係空洞洞嘅鋪位，你唔好覺得奇怪。呢啲就係時代嘅眼淚。喺呢場估值遊戲入面，無人係贏家。業主守住個空鋪，銀行守住個壞賬，小市民就守住一條冷清清嘅街。2026年將會係香港地產界最關鍵嘅一年。我哋會見到更多鋪王跌落神壇，亦都會見到更多劈價消息。但係真正嘅轉機，可能要等到呢啲業主真正認清現實，肯放低嗰份傲慢，肯將租金降到令生意人有生存空間嘅時候，先至會出現。最後我想講一講，其實香港人嘅生命力好強。當年沙士嗰陣，2003年，香港都係好慘，但係大家捱得過。今次嘅挑戰唔同，因為呢個唔係病，而係一個時代嘅更替。銅鑼灣由一個小漁村變成繁華都會，再到今日嘅寂靜，呢個係歷史嘅循環。我哋唔需要太悲觀，但係一定要睇清楚個局。如果你仲諗住喺呢個時候入市炒鋪，或者覺得地產會好快 V 型反彈，咁你可能就係下一場估值遊戲入面嘅犧牲品。我哋要記住，一個城市嘅價值唔係在於佢啲鋪位值幾多錢，而係在於條街有冇人氣，有冇活力。當一個地方連本地人都唔想去行嘅時候，佢就算收緊100萬租，都只不過係一個精緻嘅墓碑。銅鑼灣係時候要揾返佢嘅靈魂，而唔係繼續做地產商嘅提款機。如果你問我呢個劈價遊戲會玩到幾時，我會玩你聽，等到大家唔再講鋪王呢兩個字，等到大家覺得喺銅鑼灣開一間普通麵店都可以生存到嘅時候，嗰陣時先係真正嘅底。呢幾年我哋聽得太多關於香港零售寒冬嘅嘢，但係你要明白，寒冬總會過去，問題係你有冇足夠嘅脂肪捱到春天。對於嗰啲槓桿過高，諗住靠收天價租金過人世嘅業主嚟講，呢個冬天可能會好長。但係對於一啲真正想做生意，想為呢個城市帶嚟啲新嘢嘅人嚟講，租金嘅調整反而係一個機會。雖然而家銅鑼灣睇落好似死城咁，但係只要個制度肯改變，只要大家肯面對現實，呢度始終係香港嘅心臟，始終會有跳動反嘅一日。所以當你下次見到新聞話邊個鋪位又劈價招租，你唔好只係睇個數字，你要諗下背後嗰個業主係咪正喺度同銀行搏命。呢場地產界嘅估值遊戲，其實係一場無聲嘅戰爭，勝負唔係睇邊個租得貴，而係睇邊個可以活得耐。2026年，大家坐穩啦，銅鑼灣嘅戲碼仲有大把喺後頭。
唔好以為130萬好多，可能聽日就有一個劈得仲狠嘅案例出現。呢個世界無永恆嘅神話，只有不停變換嘅遊戲規則。香港人最緊要係靈活應變，唔好俾呢啲舊時代嘅古籍枷鎖困住自己。銅鑼灣呢個死城，究竟幾時會翻生？無人知。但係我知道，如果你仲係用舊嗰套地產大晒嘅思維去諗嘢，你一定會被時代拋棄。以前嘅鋪王可能變咗今日嘅債王，以前嘅金礦可能變咗今日嘅負擔。呢個就係現實，殘酷但係真實。大家行過銅鑼灣嘅時候，不妨多啲留意下嗰啲細項，可能喺嗰度，你先至可以見到香港零售業真正嘅未來。2026年嘅夏天可能仲係會好熱，但係零售業嘅心入面可能仲係好凍。不過唔緊要，只要我哋肯去睇清真相，唔再俾嗰啲浮誇嘅古籍呃到，我哋就一定可以揾到新嘅出路。銅鑼灣唔會永遠係死城，但係佢一定要經歷一場大手術，切除嗰啲地產泡沫嘅毒瘤，先至可以重獲新生。今日就同大家傾到呢度，希望大家喺呢場變局入面都可以保持清醒，揾到自己嘅生存之道。